来烧烧，还是要暖暖安尼？看你要加油加油！暖暖薄啊，暖暖薄啊薄啊薄啊应该是吧？薄啊！呵呵呵呵。好，来老师暖暖薄啊，对唔对？咱是安尼唔对，啊，过来来，啊薄啊，暖薄啊，暖暖波，暖暖薄，薄。暖暖薄。他说是薄，今嘛是薄。嘿，来老师暖暖薄对唔对？安尼嘛唔对。啊，小优秀。其实愈简单的你都唔知影到底安怎讲，是不要紧。来，老师，哦，咱的皮肤吼去接近一个有甲咱温度不共款的物件吼，不一定是烧的，不一定是冷的，啊，咱这叫做捂。嘿，有啦哦，咱有时讲头壳咧发烧的时候，摕一个冰袋来捂头壳，有我退休。哦，捂好退烧。哦，啊，另外哦，咱若无拄去摸到迄烧面，讲哎呦，捂到迄个烧的水管吼，要么叫烫着。所以咱这个动作叫做捂。哦，互伊接近咱的皮肤啊，互伊温度传来咱的身体。咱这个讲法叫做捂，啊，咱这捂了会变烧的，所以叫做捂烧包。